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7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怡芝。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中华分园半暝12点，有社区真加出大火，厝边隔壁6栋透天拢烧起来，加在无人掉伫内底，大火原因要搁爱调查。苏花公路的大清水泵坑顶个月崩山，过年年假结束要继续施工。2月7日开始交通管制，今仔透早第一天就随塞车。北约秘书长甲日本首相菅田文雄见面，发表联合声明。北约秘书长批评中国加强军武威胁台湾。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中华分园的永和路半暝12点，有一个社区的人家厝大火，因为火烧甲真猛，厝边隔壁6间透天拢烧起来，加在是无人掉伫内底。那大火原因要搁爱调查，官府嘛紧启动安大受灾后机制。规排透天厝被烧甲红记记一片，消防人员竟然摇起水伞来灌救。不过火势真大，抛出着爆炸声音，消防人员只会使阻止大火继续燃烧。1号凌晨12点左右，中华园乡永和路这处的社区庆出大火，6号的民厝全面燃烧，后壁阁有另外1号嘛被报警。路口的监视器画面都翕到火警的画面，社区原本是真恬静，不过其中1号庆因了后就庆出大火，尤其是电动的透天厝，火势燃烧相当紧，住户嘛向公多声。听到爆炸的声啊，到门口足吵的，咱是讲住伫顶头嘛。落地窗开开看，后门口那红记记。主要是燃烧联动民宅1楼前面搭建的停车的空间。那消防员到场的时候，已经有多户都受到火势波及。彰化县消防局出动超过50个消防人员来抢救，火势伫1点钟了后受到控制，加在无人员受伤。天光了后，民众就烧火到火场来收煞。当地村长嘛联系官府，启动安置的机制。我厝的本身吼。有2户啦，安置伫我厝的啦。哦，多几个人？目前我厝的迄边有3位啦。目前村长先将无所在窗仔大的受灾户安置伫家己的厝，其他的受灾户将会甲官府来进行安置。至于起火的原因，还阁进一步来调查厘清。记者中华采访报道。来关心疫情，过来今仔日增加31501个本土病例，已经连续2天拢超过3万例了。指挥中心这礼拜可能会公布第2阶段放零刮喙暗的措施。不过这几天确诊数是加真济，民众也烦恼疫情会阁反扩。有学者甲医师认为讲，这是恢复正常生活的过程。不过政府敢有甲抗病毒药啊传福到，敢有法度保护高风险族群，这拢爱特别注意。开工了后，国内确诊病例数连续真济天翻倍成长。指挥中心表示，这是因为存在因地通报关系，不过难免也是互民众烦恼。这礼拜就要公布的第2阶段随安放松的措施，学者认为要回到正常生活，为经济防疫到自主防疫，各到降级是一定的基点。3部曲的户外、户内以及我们所谓的这样的一个特定场所、特定族群的所谓的客制化、精准的口罩防疫、客制化的这样的一个管理等等，都是我们今天降级之前所应该做的准备。医师邱冠富也提醒，在新冠肺炎还未正式降级进前，依然是过渡期。就算用在室内将喙暗摕落来，被强调大量接触无特定群众的各领域第一线工作者，依然建议爱将喙暗挂起来。这不是只有针对新冠肺炎，是降低所有喙脓手传染病。另外，在通报标准降低了后，如何第一时间和脆弱族群抗病毒药物，避免加重重症，也是政府需要深心思考的问题。流感只要说是在高峰期间那所有的急诊科医师都会在48小时之内那给予说有上呼吸道症状的病人，不管流感快筛阴性或阳性，都会给予克流感。那其实我们的新冠抗病毒药物能够做到这样子吗？在一个通报标准降低的情况之下，喙炎开放了后，喙脓像传染病，亲像流感、呼吸道融合病毒也会对咧回归，尤其是做疫苗保护力有一定的绩效。医师呼吁符合2价疫苗符合的民众，应该赶紧去做疫苗。虽然个人无法度完全避免感染，不过对社区来讲，应减少传播的风险，整体应减少脆弱族群加做重症的几率。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北约秘书长拜日访问日本，甲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见面，发表联合声明，关注台海情势。北约秘书长批评中国加强包括核武在内军力来威胁台湾，伊认为北京当咧紧上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的经验，要摕来对付台湾。China is substantially building up its military forces, including nuclear weapons, bullying its neighbors, and threatening Taiwan. 批评中国增强军力威胁台湾，北约秘书长斯托滕伯格访问日本，主张北约甲日本应该加强安全保障合作。欧洲大西洋甲印度太平洋安全保障是不可分的。甲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见面了后，也发表联合声明，对台海表达伊的烦恼，因为中国在为俄乌战争当中吸收经验。Beijing is watching closely and learning lessons that may influence its future decisions. What is happening in Europe today could happen in East Asia tomorrow. 台海局势，国际拢正关心，美国也咧积极强化印太地区友好关系，力抗中国。除了美日同盟以外，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这礼拜会访问菲律宾，有希望扩大摕到美军进入菲国关键基地权限，伫台海或者是南海发生冲突的时阵，替美军提供一个采取行动的战略据点。如果今天日本遭受攻击，它还有其他的基地可以进行整补，那这个时候重新启用菲律宾的克拉克机场或者是苏比克湾就相当重要了。国防安全研究院最近出版的年度报告指出，中共会诱甲分化印太国家，各用3年到5年时间提悬军事能力，协助美国对介入印太区域领土主权问题决心甲态度。台湾要确保第2级能力才有效协助攻击，应急战备的目标是精准弹药伫在台头前。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陈建仁今仔日去立法院拜会调野的党团，希望本土全民现金6000块的特别条例量早通过。国民党建议讲改分做现金1万块，若民众党是烦恼会甲欠债留予后代子孙，强调未来会严格来监督。新上任的行政院长陈建仁新力车到立法院来拜会调野党团，委望讲立法院会当来支持行政院提出的预算案甲法案。伊强调讲，疫情了后的这个特别条例和预算案是即马上界重要的代志。调野政党有无同的意见，需要来加强沟通。疫情来了以后呢，这个中低收入户，还有中小企业，以及有一些特殊的行业也受到了影响。我们也希望把这一笔经费呢，做最妥善的使用，放在刀刃上。陈建仁讲，伫条例讨论的过程内底，会过来和各党团来沟通，委望讲会当紧密来通过。国民党团是强调讲，调野对普发现金有共识，不过交易特别条例内底有1400亿是空白授权。民众党团伊是讲，对这较济留予子孙仔特别注重，未来会来加严格监督。1400亿的空白授权的部分，我想在朝野各党团都是有意见的情况下，我们希望行政院可以紧速的搁置争议，处理大家有共识的部分。其实我们不应该再从下一代的子孙的口袋里拿钱，再留子孙，这个是我们民众党非常会注意的地方。先礼后兵，后面我们还是会强力的监督，希望我们可以在议场上面好好的过招一下。也若哪位当面建议普发现金要改做1万块，陈建仁是讲，疫情的期间，唔是讲社会每一个阶层受到的影响拢同款，所以把所有的经费来甲摊开拍平，安尼颠倒是造成无公平。所以讲，政府都要甲这个全民发6000块，卖甲1400亿的预算案，甲摕来照顾弱势甲农渔民。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立法院新会期的报道日，上重要的就是分6000块的特别条例。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认为讲，上紧伫4月第2个礼拜就会当领到现金。时代力量表示，绝对袂当记济分现金。另外，民众党也点名新内阁爱处理税收调整、劳保改革方案。嘛有南洋立委强调讲，会注意并会改革的配套政策。
立法院第10届第7会期新会期报道日，初一早起到立法院徛柜牌。国民党洪明凯连续3会期抢头香，强调为民众徛伫第一线，展现监督政府的关心。民进党立法院陈情敏正做唯一护理背景的国会代言人，会关心健保给付，展望新会期的重大议题。调解立法院上关心的是普发6000块的特别条例。那差不多3月3号的时候复会审查，那同时院长要来备询，备询完毕以后再复会审查，审查以后当然有所谓1个月的时间嘛，所以这样算起来，在4月10号左那一周。可能就可以完成。说这个经济成长的果实啊，并没有分配给所有的基层的人民。那更严重的是说进一步的通膨啊，那包括这个房价高不可攀。不过调解对特别条例无共识，外界民认为民众上紧4月第2礼拜会领到普发现金的红包。时代力量强调，绝对免经济发放，也唤醒政府赶紧提出上佳工作法。另外，总统蔡英文交付行政院长陈建仁4大任务。民众党团表示，无看到少年人关心的居住证据，点名新内阁无闭月期，爱面对敲定税收、高厝价提出劳保改革方案，抗疫法修法也是真重要。我们会针对社会安全、国家安全、经济繁荣、居住正义、环境永续跟财政纪律5大面向来去强烈的监督。有很多武器系统，即便今年到达台湾，还需要接装训练，还需要换装训练，还需要真正经过战备测考，能不能在1年完成，都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国民党团共款关心劳保破产的危机，针对兵役开课1年，明年正式上路。吴淑怀表示，两岸是伫个平向正轨是事实。新会期会关心兵役改革的配套政策执行力，佮注意美方对待军售的进度。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长罗秀燕伫2019年推动中台湾区域治理平台，中部有7个县市参加，即阵新竹市长高虹安确定嘛会加入。外界认为讲，这代表民众党甲国民党都要合作啊。有学者就认为讲要合作要伤早，毋过定着会产生一寡政治效应。台中市府推动的中台湾区域治理平台，参与的县市版图搁再扩大，即马确定新增加新竹市，引发外界解读哪边也要合作。台中市府笔会单纯是区域治理经验的分享，无考虑到政治，冇邀请该院长洪忠良参与，毋过煞互人拒绝。那今年因为改选的关系，所以卢市长这边他就针对了新的几位首长，他有分别一一去做邀请，单纯就是一个区域治理的经验的一个分享跟合作而已。所以我当然是非常希望能够把握珍惜任何一个可以跟这一些前辈市长们学习的机会。那同时呢，我想各个城市当然都会有一些可能共通的或者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些区域治理的经验。我们当然就是其他城市的一些治理经验来做学习。高虹安正式加入平台。强调家己做市长无经验，要把握每一个合适的机会。治理无分政党，毋过去年10月，高虹安伫咧参选的时，就要来到台中，甲罗秀燕徛共台。迄时阵，佮引发南亚内部质疑。学者分析，台中市长选举，罗秀燕高票连任，扩大政治革命，将爱发射权力。若是讲哪边合作也伤早，毋过确实会有政治效应。卢市长如果这次透过这个中区治理平台，可以结合中部地区各县市的力量，其实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也有它的一件实质性的意义。毕竟这些结盟的市长、县市首长全部都是获胜的县市首长，代表说他们得到了大部分民意的支持。其实，在政治上，它所产生的外溢效用应该是非常大的。中台湾区域治理平台原底只有台中、中华、南投、苗栗。罗秀燕就任了后，就先扩大邀请新竹县、云林县、甲嘉义市加入，达到7县市的规模。即马新竹市佮加入，预计2月、3月会召开头一摆会议，后续政治效应佮值得观察。记者综合报道。美国联准会要伫台湾时间拜四透早3点公布利率决策，外界咧叫讲可能会连续第8届升利息，即回要升1码。若来看台股，今仔日收盘有起到15420点，比昨是起154点。外界预测，美国联准会即礼拜会连续第8届起利息，市场预测美国今年初反弹，恐惊会得咧消退。若台股今仔日的表现，
就算开盘也是有15346点，不过盘中上价是15330点，要小卡起65点，那像面临回档压力。在整个上半年来说，就算说后续再有升息，应该都是比较和缓的一码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以这样的情况来看的话，过去资金比较紧俏的状况是可望趋缓的。所以我认为说，整个上半年来说，台股这边是还有一些表现的机会跟空间。甲台股来比，无遐尔激烈。11月期要是出现公司的戏码，开盘有甲30块的关卡就好调，不过盘中要是要起甲29.995块。分析师认为讲，美国联准会若持续放慢升息，美金顶半年会持续疲弱，若毋是美金的落的机会会较细。不过，国内去年12月份甲规年外销订单连4乌，第4季佫出现大规模加压的情形。台湾未来出口的情形，恐惊是互人食烦恼。通膨所造成的分配恶化的情况，大概就使得全球的需求变得非常非常不好。所以，如果我们面对的是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状况的话，恐怕未来一段时间甚至超过1年的时间，大概我们的整个出口的状况都不容乐观。学者认为讲，美国联准会对未来经济形势是哪行哪看的态度，都惊降利息伤过紧，会有通货膨胀的问题。通货膨胀影响需求变少的效应，恐惊会伫全球持续发酵。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苏花公路的大清水磅空顶个月崩山，新拍通了后，赶伫过年期间开放，年假结束要继续施工。2月1开始交通管制，今仔透早第一天就随塞车。另外，台北线中淮公路的官员冇管制，有驾驶伫管制站是直吵直闹，想要过，互工程人员是真困扰。前苏花公路159.3公里的所在网路，赶伫过年进前开放通行，暗过连续假期了后，工程单位特别施工，为今日早起开始交通管制，暗过第一天就出现塞车。在春节过后，接续进行上边坡的保护施工，从今天到2月23号，每天上午8点到晚上9点进行施工管制。每整点放行15分钟。部分驾驶完单伤久，也有人讲家己住伫部落内底，希望管制人员放行，或者是增加放行时间。应该是半小时管制一次这样。对民众来讲，当然非常不方便，但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吧。台北线中淮公路的官员网路管制站出现有驾驶向警方靠咧讲要求放行，各种理由互管制人员真困扰。求求你们，我们真的从早上5点就出发，我们真的不是故意的。你要我们在这边待在这边闹是不是？我们千里迢迢绕了已经绕了半个台湾了，绕到这边来，然后回不去，你要我们怎样？台八线117.4公里，自从去年4月26日摊方相关单位发布管制讯息或者沿路建立公告，仍有许多用路人疏于注意。每天傍晚还是有许多不知道这个讯息的用路人受困在管制站前。公路总局表示，苏花公路要伫2月24到28连续假期开放正常通行。台北线中环大武岭到太鲁阁的管制是维持早起7点、8点、10点，下晡3点各放行1点钟，请用路人遵守管制，才能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带婚礼的乡亲要往回台北，过去拢爱坐客运，不过因为高铁已经通车，坐客运的人变少。日通的国道客运服务26年，佮长期提供时段半票优惠，长期真侪年来拢了钱。业者决定国道路线要停驶，彰中道是上尾班。2月开始，统联客运甲一寡路线接落来营运，所以今仔透早，坐统联客运为婚礼上班人客就增加不少。1月31号中昼12点20分，为云林开往台北最后一班车出发后。结束日通客运国道往返台北云林路线26年的服务，有乘客佫专程为台北坐车落来，记录最后一班的发车，毛真侪员工是相当唔甘。好像搭6点20第一班下来，也是搭他们的。对。哦。然后现在坐最后一班的上台北。哦，对。所以你要全程记录一下。对。对，蛮难过的啦。哎，怎么讲？因为这家公司让我可以照顾家人。开最后一班车的司机吴明辉表示，伊在日通服务14年，现在结束营业，伊感觉真唔甘，嘛要开始找工课。对出日通客运董事长林义峰就表示，云林高铁通车后，民众坐车的习惯改变，客源减少，加上多年来公司吸收中介的半票亏损，
只会等恁听结束经营。拖那么久，不能再拖下去了，干脆就结束了。我按讲的很感谢营业店的乡亲长期对我们病房非常的照顾。为了因应日统客运各道路线停开，统联客运2月份开始接受服务，1号上午的云林沙里站，前往台北订客明显增加袂少。有啊，哦，而家你看我侪人啊，那5成有哦。有5成呀？ 5成以上。啊。交流部公路总局嘉义管理所表示，为了偏向民众坐车无受影响，包括台北往返云林到北港和4号各道路线，就拢由统联客运来代开维持服务。希望日统各道线路停开的影响降到上低。记者为您报道。来看高雄头一座社会主体，2月初7要开放申请税厝，今仔开始到初5会开放予民众去现场看厝。今仔日时间还未到，就已经有不少民众来排队。各位市民朋友，21到40号哈，请到里面。早时9点还未到，已经有排队的人潮，人手咧拢摕着号码牌等待要上楼去看厝。这位伫高雄苓雅区的凯旋青秋社会主体，分2栋拢总245户，为2月1号到5号开放民众看厝，还佫有咨询，有意愿的人会当伫2月7号到3月1号进前来申请。希望可以抽中2房型或者3房型的，因为这比较符合我们现在小家庭的需求。像我是从台南那边要搬回来的话。这个部分我就会觉得，是帮助很大的。就是如果真的可以申请到的话，这个社会主体的房间有单人、双人，还佫有3人房，坪数为9坪到33坪不等。有基本的家电，租金有包括管理费为3900块到18600块不等。因为地点离火车头近，学区嘛袂歹，真侪民众拢有意愿来申请。第一天这是号码牌的分超过150个人，已经是总户数的一半。市府预估申请的人数一定会超过。申请的人数一定是超过这个户数，那所以呢，我们必须是用抽签的方式用公平的方式来抽出这个符合资格的民众。开放看房的时阵，民众只要到现场来领号码牌，就会当看厝。3月1号申请的时间到了后，市府会伫2个月内底进行着资格的审核，再来会找时间以公正公开的方式来抽签。记者王刘婷、林昭宽个人报道。今年4月，有一个讲非洲狗的查某老师占慧玲，伫中立的车头，互一个细叶的警察砸落来临检，双方是起冲突。警察甲查某老师押解调上班，事后双方是相告，检方是不起诉处分。这个查某老师是申请早期，落尾细叶警察互提起公诉判刑。2011年4月1日，桃园市中立后火车头发生一件非洲狗老师占慧玲拒绝中立分局县业环境临检，佮讲你真是足讲的，反对党互伊设想冲突的事件。县业环境得到无起诉了后，也毋过逆转。桃园地方法院审理了后，认为县业环境就这部刑强制罪部分处4个月有期徒刑，要用1天1000块一科罚金。另外，妨害自由的部分处6个月徒刑，专案由原应上诉。就被告犯行分别量处有期徒刑4月、6月，并就强制罪的部分预支1颗罚金的折算标准。告诉人占慧玲表示，这段时间家己靠拍拼工作，别其痛苦，看到判决结果，心情真平静。另外，也感谢法官做正确的判断。不是对我个人，也有对这整个警察行使职权的违法盘查的这整个社会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程。台湾桃园地方法院宣判，本分局予以尊重。针对业员于诉讼期间身心状态，后续将持续予以关怀，并提供相关法律协助及启动远景心理咨商辅导机制。对判决结果，中立分局表示尊重，未来也继续精进完整执法技巧，注意比例原则，也呼吁民众应该理性平和，配合警察执法。另外，甚至阁上诉被告的县业环境暂时也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有一个台湾籍的嫌犯伫波兰碰抓到了后，本地要引渡去中国，不过欧洲人权法院认定讲，嫌犯可能会伫中国受到虐待，要求停止引渡。波兰政府不服提起上诉，经过大审判庭的审理，驳回上诉。咱台湾法务部表示尊重，嘛强调会继续关心涉类发展。
伫个真侪年前，中国联合西班牙去掠到下境的电信诈欺，嫌疑犯大部分拢是台湾人。原本拢爱去中国互审问，毋过有一个姓刘嫌疑共犯，伊走去波兰秘起来，等伊个互掌到的时阵，即卖伊煞会当来避免互引渡去中国。任何的欧洲国家在考虑将人送到中国或引渡到中国的时候呢，都会受到欧洲人权法院的挑战。也就是说，在既有的欧洲人权公约的架构对于禁止酷刑跟保护人身自由的这个情况呢，引渡到中国变成一个不可行的一个做法。进前，欧洲人权法院就一直认定讲，引渡去中国有可能会让当事人受到虐待，还有酷刑的重大风险，要求讲国爱来停止引渡。就算讲波兰政府有提出上诉，不过同款互人拍倒转去。对这件代志，法务部是表示讲尊重。本案欧洲人权法院的最新判决结果已经转知台中地检署，也有请台中地检署视案情的发展，还有刘姓被告现在在波兰的情形，与驻波兰代表处及警政单位协调联系，于必要的时候采取相关的作为。法务部回应讲，规个案件有牵涉到台中地检署的侦查，就要看这个案情发展的需求，提供司法的辅助定事的协助。这一遍，欧洲区域性的司法系统带头来宣判，引渡中国这是行袂通的。希望会当带动欧洲国家伫个司法案件顶悬，会当对人权做出进一步的保护。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国际消息 ，IMF 国际货币基金预估，2023年全球的经济成长率会达到2.9%，不过英国会倒求0.6%，是 G7 7大工业国当中唯一一个负成长的先进国家。IMF 国际货币基金去年10月捌预估英国今年的经济会当来呈现0.3%的小可成长，不过税率甲利率调悬，借贷成本嘛称悬，欠工能源费拢真悬的因素，安尼，互 IMF 甲英国今年经济展望加下修做萎缩0.6%。英国嘛是今年 G7 7大工业国集团内底唯一经济萎缩期的国家，嘛是来正做新兴经济体内底唯一规年度 GDP 拢找低国家。外界是看讲会来进一步调升利率，另外一方面，就算讲这个保守党来要求减税救经济，这款的声头真大。不过财政大臣韩德伊进前就重申讲，通膨对半下，这就是上好的减税，并且伊个讲3月会来发布新的财政预算案，无啥可能讲会甲纳入去明显的减税措施。甲看各项的这个预测，苏洛克政府今年确实是有正大的机会来达成通膨对半下的目标。不过要来促进经济成长，这是真困难的任务。特别注意的是 ，IMF 讲，若是讲甲其他先进经济体来甲比拼起来，英国经济有一个特色，就是劳动市场的参与率有较低，民众在疫情了后找头路，无像其他的欧洲国家遐尼敏捷。英格兰甲威尔斯的全国教育联盟 NEU， 这久以来因为这个薪资过低问题，伫初一来发起大罢工，估计有12万的老师来参加，影响到超过23000间学校450万的学生。NEU 讲去年的通膨率达到2位数，教师的薪水自2010年以来，国法人错23%。两港企图甲公务人员嘛拢会罢工，这是英国数十年来上大的罢工。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美国政府为着要阻挡中国的科技发展，已经停止分出口许可，让美国的企业袂当出货予中国的电信设备公司华为。中国表示，美国这款做法是真阿爸，大家拢看现现。对美国拜登政府停止发予美国企业用中国华为强化出口许可，中国外交部31表示反对美方无底线打压中国企业。这种做法违背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有损国际社会对美国营商环境的信心，是赤裸裸的科技霸权。美国将向完全禁止卖美国技术予华为，扩大围堵中国科技业。根据第一摆报道相关消息，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商务部已经通知一寡美国企业，美国法许可予美国技术出口予华为，包含英特尔、高通等所有美国企业在内，已经提报相关的许可。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美国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你甲能源部、国防部甲国务院出口管制单位密切合作，继续评估政策法规，定期甲外部利益关系人沟通，无针对甲特定公司的对话或者是审议发表评论。华为拒绝对相关的报道回应。美中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治紧张局势增加，全球晶片大部分是由台湾生产。拜登政府对华为的限制比前总统川普更加严格。川普政府2019年对华为实施美国科技出口禁令，对华为发出5支联合严防威胁美国国安。不过这段期间，美国商务部继续对高通、英特尔发出口许可，向华为提供甲5支无关系技术。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来看伊朗有一对男女朋友是网庆，甲因伫乌兰主要的地标跳舞的影片放伫网络公开，去互伊朗的法院判决超过10年，而且审判期间袂使请律师，嘛袂当开钱甲人报出来。另外，缅甸的军政府政变已经满2年，人权的问题拢无改善。根据统计，去年有19000人因为反抗军方的镇压煞死亡。21岁哈吉吉甲未婚夫12岁艾哈迈迪伫德黑兰有名地标阿扎迪自由纪念塔斗阵跳舞，这段影片伫社群媒体传开了后，两人互人掠去。近期总部设在美国伊朗人权行动者新闻通讯社的消息，两人是网红，分别被判10年6个月徒刑，禁止使用网络，佮限制出境。罪名是鼓励腐败甲公然淫秽，也佮故意破坏国家安全的组织。消息来源指出，在法庭审理过程当中，因请律师的权利遭到剥夺，争取保释也互人拒绝。去年9月，扣掉做21岁查某囡仔艾米尼无挂好头巾，被掠身亡的事件引起大规模反政府示威。了后，伊朗当局强势控制所有形式的奇迹。联合国统计，至少1.4万人互人掠去，其中不少是有名人士、记者甲律师。在缅甸2月7日军事政变已经2年，人权问题无得到改善。民选政府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翁山书记，互人赶落台，佮经过连续的非公开审判，判超过30年徒刑。百姓反抗军方遭到镇压，联合国指控缅甸军方犯战争罪加反人类罪。军方表示，家己咧展开一场针对恐怖分子的合法行动。At least 17,500 people, political prisoners, have been detained. At least 38,000 homes and clinics and schools have been burned to the ground by the junta. The total number of displaced now in Myanmar, 1.5 million people. Half of Myanmar's school children, more than 4 million, do not have access to formal education. 根据总部设在美国的武装冲突地点甲军事数据项目组织的数据，去年提武器反抗军政府镇压死亡的差不多有1.9万人。联合国表示，国际社会无亲像面对乌克兰问题共款，共一个阵线，所以2年来拢无法度有效解决缅甸的危机。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镜头转来到国内，2月初5是元宵，全台湾各地头的灯会拢已经传好势。台湾灯会是让23档，搁转来台北举办。今仔开始到初4新市营运。不过有台北市议员发现讲，活动现场的消防灭火器已经过期1年外。另外，高雄甲台中的灯会，因为人阵是吵，人多车嘛多，塞车、动车的问题拢引起民众议论。台湾灯会建13年，灯会台北举办，要伫2月初5到19登场。早暗先进行试灯，台北市长蒋万安指出，这摆灯会结合流行甲贯穿文化，也甲台北102合作，推出5分钟的光雕秀。不过台北市议员钟佩玲发现，电场内底灭火器过期年外，导引牌也无够。关防局甲消防局回应在改善当中，各地灯会人多车多，都有交通问题。中台湾灯会伫台中公园举办，不过民众开车一摆，要互斗阵来人伫倒落车，拢唔知影。像那个停车格可以一直画，这个一直红线，那么多红线有什么用？今年6大主题灯区超过30座大型灯组甲民众见面，定期为2月初4到12。不过即马剩无几天，也伫时间看起来就亲像工地共款，表示也无清楚台中市府呼吁民众用坐分，搁坐专接车的方式到会场，避免塞车。比较远的地方就有一些标示进来，比如他进来之后才在匆忙的找。北侧、南侧、地下停车场及路边停车格外，周边还有临时机车停车区，为避免交通阻塞，影响观展的好心情，
建议多利用绿色运具。2023高雄灯会是第一摆伫个组合连地谈，结合周边景点甲故乡文化，加有台湾味。顶个月2次开幕，都将近30万人次。除了交通大拍甲主电区甲连地边啊无设风扇，还有现场照明设备无够，拢引起批评。市府也已经马上改善。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县政府推动甲学校的旧便所订番，过去4年来争取买1亿的经费，甲37间学校的旧便所拢订番，以国化国中做例，学校便所的装潢都甲天文学、逻辑学、化学甲数学甲做伙，互囡仔上便所的时阵会当哪学习哪学美感，学校的建筑袂像古早遐尼古板。学校便所有排球、卡球以上，还有逻辑学、化学题目，互学生解题。5岁10岁教美感，宜兰县推动校园老旧便所改起过去4年争取1亿的经费，完成37间学校。有部分学生去便所的时阵，感觉气氛轻松，也个人学习。有一些图案啊，还有一些配色，我觉得都配得很好，很有气氛的感觉。数学或化学啊，那些题目你会解吗？过去会看一看，可是通常上完厕所就走了，没有仔细看过。国华国中讲翻新便所了后，结合美学甲知识，互校园的建筑无过冷冷冰冰。所以呢，有一些趣味，有一些美学，那孩子会觉得厕所是一个很温馨，甚至上厕所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另外，宜兰县的公正国小便所是行国际化，加入环游世界元素；金华国小是强调泰雅道庭设计加线条，加入泰雅织布、庭编织元素，各校拢有特色。我们未来的4年，我们想要再积极争取中央的一个补助，那预计也会有近40个学校来持续来争取。宜兰县全县有100间国中小，教育处讲，老旧便所改起，希望有实用性、教育性甲技术性的要求。今年度已经向中央阁提送18校老旧便所改起的计划，未来4年希望争取甲完成超过40间学校。记者综合报道。蔡政府是拼死咧推动离岸的风电开发。不过，风电机的基座顶起啦产生的噪音，会对海底啊、海洋造成冲击。虽然环保署已经参考德国的标准，规定顶起啦的噪音袂当超过160分贝。不过，保育团体有关质疑监督是放伤灵，伊嘛质疑这寡国外风电商，伫因的国家会当达到严格噪音管制标准，是安怎来到台湾煞做袂到？为空拍机看落来，彩条的工作船探出一链搁一链的同心圆，这就是 Keep 木。为着要降低彩条的噪音，去年环保署已经把彩条的噪音为范围160分贝修正做管制160分贝，也就是彩条每30秒记录一届的数据，95%袂当超过160分贝。稍后保育团体质疑是咧放零监督。在我们看来，不能超过就不能超过，所以他的方法是放宽。保育团体不满环保署放任离岸的风电业者用4条资料，就想要代表规年的数据。另外，伫咧欧洲，时间后会针对20公里范围内的海岸甲海底调查，不过伫台湾却只有调查上外口的几条外1公里的范围。我们提出的疑问就是，为何在这些开发商的母国，他们都做得到，一旦来到台湾开发之后，这些外商就都做不到了？学者也指出，研究显示，彩条的噪音若是为137分贝。30分钟后，半片海底紧张的指数就会明显增加，噪音确实会影响海底的行为。不过，台湾针对珍贵的保育类白海底、甲老质气海底，煞无定出更较严格的标准来保护。没有达到我们尊重环境的这样子的这个事实，那我认为它就是一个严重的违反了环境伦理的这样子的一个作为。对此，环保署说明，毋是要放零，是要等制定明确管制的数据了后，才通执行。也若是甲4条数据当作规年背景资料这件代志，有一寡是因为业者放监测仪器煞定定被迫害，嘛强调已经发7件离岸风电违规的案件，开出累积532.5万块的罚金，会继续监督。记者综合报道。所谓平台专用新闻内容无纳钱，害媒体著作权受损，媒体嘛无收益。国内真侪学者伫去年9月联合提出新闻媒体甲所谓平台强制议价法的草案，
学界顶部举办线顶的记者会，说明四大媒体工合会甲 Google、Meta 代表协商的状况。那立法院的新会期会由立委提出民间版的新法案，建立媒体平台协商的法律依据。各种的新闻内容转达伫 Google 等所有平台顶头，这对于媒体来讲，毋但著作权受损，嘛提无任何广告甲点看收益。去年12月，四大媒体工学会甲 Google、Meta 有4届协商。台大新闻所教授林兆真了解了后表示 ，Meta 是无任何的说明，然而 Google 是讲会提出相应的方案。协商了后，嘛有去拜访工会代表，表示讲有一条经费会当协助媒体数位转型。Google 一再的表示愿意协助媒体进行数位转型，并不是要去落实新闻有价这件事。虽然 Google 讲愿意协助媒体数位转型，但是甲新闻有价实际上是无牵连的。林兆真就讲，要解决这种竞争无公平的局面，唯一的办法就是立法。政大法律系教授王立达等学者，去年9月就捌提出民间版的草案，重要精神就是要促进平台甲媒体双方的谈判，先协商才了解，若无成就强制仲裁，互法院选择报价，释出合理的计效。哪些平台要适用这个草案是要书发部来指定，那书发部只会去指定，这个协议谈得不够，对台湾这个新闻业这个贡献不够。学者强调，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澳洲拢定法保护媒体著作权，就安尼伫国会新会期，嘛托立委范云提出民间版的法案。民进党甲国民党嘛有2个委员提案，期待政党合作，互新闻议价法会当伫这会期成案。记者综合报道。英雄应该是做啥物款的？2023年台湾戏曲艺术节主题是英雄超时空，邀请12个团队为4月初6开始，小连线伫台湾戏曲中心演出，结合传统戏曲甲当代时事议题，招观众朋友做伙来讨论英雄的模样。一个是缘投的少年子啊，一个是美丽的少年兄。由歌戏甲现代戏结合新编的和合梦，这是明日和合制作所将要推出的戏剧。导演团队透过风气正义角色，讨论社会安怎看待男女之间的性别认同。因表示用传统戏剧讲同志的概念，上困难的就是演员的声情甲台词爱符合现代人的角度。拉到了现在当代的一个情境里面，它融合进了西方现代戏剧的概念之后，它要怎么样子被调整，让那个概念可以被传统戏曲的观众接受到，也可以被现代戏剧的观众接收到，这个是蛮挑战的地方。2023年台湾戏剧艺术节今年的主题是英雄超时空，邀请12个戏剧团队小连续演出有关现代时事的戏剧。7点零张启峰讲，古早的英雄拢是忠孝节义，不过即卖社会对英雄的看法已经改变，希望结合新教具，让观众看到无同款的传统戏剧。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策展理念或者策展主题，就是希望让传统戏曲里面的各路英雄能够呼吸到台湾的当代空气。在当代以人为主的一个信念之下，他还可能是英雄吗？你的大我跟小我，你的家庭跟国家如何来面对？12个剧团12出戏，对4月初6一直到5月28，伫台湾戏剧中心演出。记者麦尚英、曾俊佑台北报道。来看嘉义的朴子艺术公园，伫日本时代是一个新社，嘛是嘉义县海区的大公园。2005年时，为着要纪念艺术家吴美岭，伫遮起一间美术馆。不过因为整体环境甲设施拢伤旧啊，进前较无人要来。县政府最近开钱要来征收，希望会当加强公园甲美术馆空间的连接。甲水倒伫涂骹，两面拢用涂骹的铺面吸收器。家己铺子的艺术工园，利用这种材质要来改善过去落雨着的积水的问题，而且佫修整公园内底一寡树啊，减少生蟒虫。差真济啦，是较光啊，视线嘛较好啦，安尼阮美术馆嘛较有人会入来啦。树啊受济，蟒虫受济啊，系啊，即马树啊若用安尼是看起来是你爱使啊。
这个艺术工园伫日本时代是新社，内底一寡设施甲树仔拢有真久的历史。过去因为树仔伤济，工园看起来真阴暗，连带影响到内底的美术馆。嘉义县政府开7000万的预算，要来重新整理这个工园。最主要的是以前这边都很阴森，说没有人要进来 ，OV 要回答堆。我们这边的原来的地下都是很黏土层很硬的东西，所以我们这方面，这件工程设计最主要有透水方式做处理。建设处表示，艺术工园占地大约4公顷，希望透过全面整修改善环境，嘛增加甲美术馆的连接，加做民众新的活动空间。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民众要买厝，上惊去买到起一半未收煞的洗买厝。有民间团体推出避免买到洗买厝的建商查询系统，内底找有建商违法的记录甲消费的纠纷，先互民众来做参考。买厝上惊拄着拗建商买到洗买厝，有民间团体开发一套减少买厝风险的系统，民众只要伫网站拍建商的名，统一编号等等，就通看到过去的记录。包括他是不是曾经有不实广告的处罚，或者是在司法院里面是不是曾经有过一些民事、刑事的判决，在这个里面都可以一目了然。设计系统的专家表示，内底纳入经济保障业司、公平交易委员会、法院判决等等的公部门资料，民众通有管道知影建商的历史记录，嘛减少过去资讯无平等的情形。更加重要的是，让民众通建立正确的买厝观念。我们在做宣导，是预防重于治疗的一个方式。我们希望所有的消费者要买房子之前，自己做好功课。不要太贸然的就去受到现场销售中心的氛围，就马上签约。协会表示，目前只是1.0版本，未来还会出升级版本，增加评价功能。伊嘛指出，最近因为平均地权条例通过，大环境、信息等等的影响，造成房市的不确定性。希望民众买厝进前爱做功课。记者台北小凯台北采访报道。用囡仔角度来讲在地文化故事。2023年，原来家乡遐尼水儿童家乡故事创作绘本的新册发表会，这回拢总有5间学校来参加，除了推广当地文化特色，嘛提倡保护生态观念。新册会伫台北的世博1馆展到2月初5。红某若甘心，乌土嘛会变唔记。台南伫新国小将绘本秀芬的嫁妆搬上舞台，展现府城人嫁妆一牛车的传统礼俗。这是2023年原来家乡遐尼水儿童家乡故事创作绘本新册发表会，校长齐俊雄表示，家乡的文化需要传承。要食青嫁盐埕，要青营嫁府城，所以婚嫁伫台南是一个足重大的代志。这12日内底呢，你像迄喜饼、圆仔。三星，还有西米露，西装，等等这穿6项，这叫做小礼。若穿12项大礼，就是这个物件咱全部拢爱穿伫内底。另外一边，喜秋国小是将当地一个海墘仔砖头做古石的由来，画做绘本，教囡仔爱敬天爱地、保护生态的观念。很神奇的就是说，有吃的人家就会火烧，所以有灰烧小贵金这类俗语哈，会举行一个龟教的这样的一个习俗。那也就是村民就约定不再吃海龟这样子哈。那这个故事我们也希望说传达一个爱护海洋生物，然后能够重视保育这样的一个观念。2023年，原来家乡遐尼水儿童创作绘本，总共发表5本有关在地文化的故事，伫台北世贸1馆展出到2月初5。记者麦尚英、曾俊由台北报道。极端气候冲击加比的产业，东非的莫桑比克加比的物种对气候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真好。当地国家公园在咧复育山林的时阵，嘛顺续种加比做经济作物，一减市个救环境嘛救经济。莫桑比克的戈隆戈萨国家公园热带雨林正斑，正适合种咖啡。这座国家公园自2020年开始，种有高度气候韧性的咖啡品种。毋但是种咖啡树，边仔还佫种真侪当地原有的原生树花。毋但是当保育森林，也得到咖啡的经济利益，1减2个。Deforestation can take
several forms. There is the classic reforestation where we use native trees only, but we also use the process of shade ground coffee. So we plant coffee trees as a cash crop, but under the shade of indigenous trees. 各龙各三国家公园被荷人认为是非洲上完整的国家公园之一。不过莫桑比克1977到1990年发生内战，园区真侪交接的地点，真侪野生动物拢强要绝种。到即马一个伫咧做保育的工作，国家上人口一直增加，社区的开发一个盗滥行为真严重，保育的工作真困难。莫桑比克政府的这项保育计划，考虑到当地气候形态愈来愈无稳定，同时又搁要兼顾经济，所以伫咧研究过真侪种咖啡品种了，决定要种有高气候耐受性的咖啡品种，鼓励民众种，改善经济。Tiga maji, pero gomo kasinyo, gomo ka mabango, gomo kami pero usu kami papaya, mabuka pero feraliti. Nizio ya tempo ya pindai makuicha ka ichicha pa pindai. 伫即马全世界商业化大量种的咖啡，9成以上拢是阿拉比卡一个罗布斯塔两种咖啡，不过这两种拢有变糖害一个风味加绩效的缺点。专家发现，莫桑比克的维果咖啡加赞奎巴利亚咖啡，伫水分的需求较低，较有法度挡可汗的天气，而且是开花结籽的速度也比其他咖啡较紧，伫咧市场真有发展，互人叫做未来咖啡。We want to try to have species which can cope to drought, can cope to the pests, can cope to diseases. Also, sometimes we are having a very long season in terms of rain. We are going to have also varieties which can be sustainable with the heavy rains, with prolonged rain season. 因为气候变迁，即马大家拢伫咧追求兼顾着风味，而且更加有环境适应性的咖啡。世界上真侪经济作物伫咧大规模单一化的政策情形下，拢会拄着基因多样性降低的情形。面对变糖害时阵较无当头，会有严重的农业损失。气候变迁是一个事实，不过靠人类的知识甲技术，可能有法度降低极端气候对生活所造成的影响。也是这个世纪的人类共同爱面对的问题。公视新闻金焕庆编辑。天气报你知，下晡报的天气变化，做回来看各县市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8度到25度，中部地区18度到26度，南部地区22度到30度，东部地区20度到24度，外岛地区15度到21度。各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怡菁，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